但是实际上也其实我们这次大家要一起认真学习，因为这个内容特别殊胜，特别好，尤其是这个我们经常说怎么修啊，这个大家一直有这个问题嘛，大家多少懂得什么是修行，但是大家比较在意的，或者很多的时候大家所问的是什么呢？怎么修啊？所以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也好，尤其是这次的这个佛子行37颂啊，就是佛子行这个一个字，行就是行者，就是修行啊，就是讲佛子的修行啊，菩萨的修行。所以我上次也说了，这是这个入行论的浓缩版啊，mini 版。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完全包含了入行论的完整的内容了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希望能够很快速的学，这是一个技巧。有时候，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是开车去拉萨，从康巴去拉萨，也要好几天的时间啊。现在坐飞机呢，就是要2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的一个距离。但是无论是你是坐几天的，还是几个小时的，都同样能到达拉萨，这是不可这个否认的。这是叫做巧觉，这叫做方便，善巧方便。所以呢，我们这个有时候，如果我们认真能够学习到这个精髓的话呢，其实你学习这个佛子行37颂，完全可以达到这个你花1、2年的时间学习入行论的这个效果了啊。当然有一些个别的内容讲得更仔细啊。那个时候呢，你先掌握了佛子行37颂的内容，然后这个作为一个根本颂一样，然后再看入行论的话呢，你整个的框架、整个的一个基础已经打好了，所以非常容易理解这个内容。所以这些都其实是有相互相成的作用的啊。然后呢，你曾经已经，比如说我在菩提协会啊，很多其他的地方，如果你学过了佛子行37颂，不是那个入行论的话呢，再看佛子行37颂的话呢，你知道整个你学的太多的内容怎么去再次整合。啊，就是再去整理这就是一种整理，而且变成更精华的，就变成就是哇，那就是更简短的一个方式啊，用这种最简短的方式，然后就是能够掌握整体的这个内容，也有这个一个总结一样啊，所以有这个作用的，所以这个内容特别殊胜，特别好，所以呢，我就是一再一再的鼓励大家认真的看待我们这次的这个内容啊。那这个内容的名字就叫做佛子行37颂。我们现场今天晚上也有一个弟子来的，对吧？你是上星期没有，对吧？所以呢，佛子什么叫佛子？你有吗？你们一起看啊一定要看，因为我的发音不是很正确，所以就是你就不看的话就不知道这个我在讲什么。佛子是什么？佛子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心子，释迦牟尼佛最在乎的，释迦牟尼佛最看重的弟子叫佛子。那这个就比如说阿罗汉呐，其他的声闻什么之类的，有各种各样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个当中，菩萨就是佛陀最在乎最呵护就是最忠实的弟子。为什么呢？菩萨才能够传承释迦牟尼佛的心要法，最究竟的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所有弟子当中，菩萨就是叫佛子，唯一的菩萨叫佛子。那个佛子又是什么？就是菩萨。菩萨是一个梵文的名相，其实我们从小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有机会听到菩萨这2个字。实际上呢，我相信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菩萨。有一个好像神一样的一个
一个存在叫菩萨，就这么而已，对吧？啊，就像我们龙庭护法的时候，其实没有见过，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龙庭护法，就这样菩萨的时候，好像在一个高高在上，或者一个恭敬的一个对象，或者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菩萨这两个字是来自于印度的梵文，古老的一个文字叫梵文嘛。梵文里面的菩萨叫摩地萨多，波迪萨多。摩地萨多的中文写成菩提萨多菩萨，然后后来慢慢简写，中文有一个简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写法，就叫菩萨这两个字。那这个菩提是什么意思呢？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觉醒的意思，证悟的意思。OK，萨多是什么呢？勇士的意思，有勇气的意思。为什么叫有勇气呢？他有勇气承担所有众生成佛啊。这些呢，就是特别法性，他就是要所有的众生由我来让他们成佛啊，这就是叫做菩提萨埵。萨埵就是勇士，勇敢的勇士啊，这个勇士就是勇敢的，就像伟人那种概念，伟大的伟人，或者那种英雄的意思，其实是就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他为什么是英雄呢？因为他站出来，他要救度所有众生，就像地藏王菩萨那样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那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法心和勇气的，叫做萨埵。萨埵就是勇士或者英雄啊，英雄的意思啊。所以他不是时间的英雄，他就是所有众生，就是让他们成佛。所以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引导者，就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啊，这个普贤菩萨，他们都是勇士，所以叫萨埵，所以这个叫菩萨。那这个勇士当然是他们的修法，他们的修行的方式叫做佛子行，这个行，就这样。37颂是什么呢？整个内容只有37颂，所以很简短的啊，所以叫37颂。OK，今天又重新讲了一遍了啊。所以你现在这个名词大概的一个内容就掌握了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个详细的这个细节，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它的这个上次我们讲到的这个内容有几个段落，一个是首先呢，我们获得了难得的人生，那就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修行。为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机会是难得，不是经常，不是常常能获得的。所以呢，这个人生我们觉得是很多人，但是整个地球上或者整个宇宙的其他的生物或其他的众生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人生少之又少。人当中能够遇见佛法的也非常少，能遇见佛法的人当中，能相信佛法的人更少，能相信佛法的人当中，能有机会遇到善知识，完全能够懂得文思修更少，是吧？啊，就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然后说的话，其实哇，修行是其实非常难的啊，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那修行，你先有了文思修，文思修是什么意思呢？先要你去这个跟一个善知识，一个佛法的老师，要直接有传承的一个老师，然后你去听佛法，这叫做文法。那思是什么呢？你光是听是不够的，你只是一来一他听，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哎，师傅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不是非常好的一个，当然是有时候问问题是好事，但是呢，每次遇到问题就是问了，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你就是像这种用法可能是有点过分了，但是有点像。啊，我不用了，我这个用法不敢用了，你们会生气的啊。所以这个，反正呢，就是怎么说呢？他完全过度依赖于他人来，以其他的一个上司或一个师兄的思考，或由他来解决你的问题，那这不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嘛？啊，所以呢，自己要去思维，所以叫文慧，就再加上思慧，思维的思，智慧的慧，思慧。思慧是什么呢？由自己去思维。所以我们西藏呢，就是
佛学院里面的学习方式是这样的：早上2、3个小时是上师一个师傅会讲法的，我们在听的。中场休息好，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在广场上一组一组的去辩经，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反驳我的看法，我反驳你的看法，我问你，你问我，然后就是这样的彼此有个叫破者和立者的这个两个的立场，彼此就是有这种明红耳赤的啊，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在吵架啊一样的，快要打起来的那种激烈的一个辩论。那个辩论会让你哦，原来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哦，原来确实，如果别人问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至少是就是很多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很多的这个文字方这个那个了解方面的不到位的地方，然后就开始会思维。我们晚上回去就你要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自然而然你会去看很多的资料，你会寻找答案的。那你明天下午又跟他们要继续辩经啊，那个时候还是总得有一个交代啊。所以呢，这种叫做思维啊，思维的思。思维完了之后要修嘛，修会，这叫文思修。所以呢，就文思修是一个佛子心，佛子的修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它的真正的次第就是文思修啊。你为什么要问呢？先呢，就是听闻佛法的，就是本身的一个开始，要有一个觉得哇，佛法很殊胜，我要得到这个法，这是不可缺少。就像当时慧能大师，他听到了别人在念《金刚经》，他觉得这个《金刚经》很殊胜，从哪里能得到这个法？他问别人，别人说哦，没有某一个寺院里面有一个上师叫做弘忍大师啊，就是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口传，然后就那我也要去，然后他自己想尽办法去那边学习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个思维和因缘的过程的。一开始你完全不认同，你完全不了解，完全没有接触呢，不可能有闻的机会。闻了之后呢，就是要有思维，要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考的过程当中，当然可以问问题，但是总得不能每次都问问题，又重复性的问问题，而且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所以问题问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你有一天要去闭关的时候，闭关里面你不能用手机啊，对吧？你不能跟上司见面呐、那你怎么办？你修的方法要自己要有能掌握整个这个修行的方法，或者修行过程当中、禅定的过程当中，如果假使能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啊，一些困难，那你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闻思修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上次的内容里面就想到闻思修是佛子心，原理假想乃是佛子心啊，这些都这个讲过了。还有上次一个叫做依据基础乃是佛子心，那个段落也讲过了啊，我不可能又再重复讲一遍啊。所以呢，所以有时候呢，这里讲的是比较不是一个怎么说啊？我现在是这样，就像我们宗师仁波切啊，他的讲法的方式和有些讲法不一样。有一种说法啊，听说是西方人呢、跟他们讲法的时候，不能先讲无常，更不能讲轮回过患。有些人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学佛的背景嘛。但是也是有上师确实说，哎呀，一个人本来就是很想不开、很忧郁、很难过，来道场找上师的时候，上师一开始讲哦，轮回都是痛苦的话呢，他是会不会让他变得更痛苦，知道吗？那是有道理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动机，这样的一些背景学佛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用各种各样的善教方便鼓励他。但是你真正的学习佛法，彻底性的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只愿意听好听的话的话，那其实是没办法学到很好更多内容的。所以宗喀仁波切一本书的名字叫《不是为了快乐》，是吧？大家看过这本书吗？不是为了快乐，学佛不是为了快乐，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以为是 OK，学佛能获得离苦得乐，但是宗喀仁波切直接说是学佛不是为了快乐，
你看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都是冲突的，但实际上是不冲突的。我们说是学佛是离苦得乐，是他能获得究竟的快乐，最究竟的涅槃。那这也许是他远离一切的痛苦的最究竟的方法是快乐。但是学佛能带来就是永远就是你的生意不会失败，你不会生病，你绝对会这个工作绝对100%会就是这个呃不会失去工作，没办法，佛法的修行没办法保证这些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修行是学习一个智慧和慈悲，而并不是说是佛法说是一个实践法里面是没办法说是万能的。比如说他想当选美国总统，我说你皈依三宝就可以当选总统，其实没办法这样保证，因为他自己要各自不同的业力嘛啊。我们要承认这个业力，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实践法里面是佛法是不可能做到100%的。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相信的时候，OK，我求什么我就去什么一什么必有一个4个字叫什么必什么叫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有求必应。实践法上面，你完全觉得哦，我就向菩萨有求必应，其实是这是有时候是错误的啊。你觉得完全是有求必应的话呢，你无条件的觉得他是有求必应的话呢，如果有一天得不到的话呢，你开始会怀疑，你开始会产生邪见，那就严重了。但是这个有求必应呢，也有一些因缘上的各种的一个条件呢。缘起上的条件，如果你佛法的这些因缘、各种因缘的因果的道理你懂的话，你不会产生邪见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佛法是要相信一个智慧，所以就是还是需要闻思修，原因在这里。OK，所以呢，这样的如果我们就系统的、慢慢的这样学习的完整的话呢，很多经常问的问题的答案，是你自然而然你自己能得到答案。或者你寻求答案的话，你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思维能力会非常不一样，就是容易获得提升啊，是这样的啊。那现在这里为什么我这样说的呢？他说：长久相伴，亲友各自利，第17页不是第7页，对吧？啊，亲居什么？这个念亲呢？亲居财物死后成遗产，衣食宾客舍弃身可防，信使此事乃是佛子心。就是这个，这也是事实。我们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当然要非常珍惜我们当下的拥有，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都啥都不是啊，什么都不是啊。当然这个非常有难度的，但是如果内心当中这两个又是你很自在的能够珍惜和能够享受你的一切的相拥。同时，你内心当中更高度的一个理解，然后就我们说的看破，内心当中完全看破了，你知道他怎么一回事，就像一个老人家配合小朋友玩玩具一样，那个比喻是八出中不起，干部，因为一个老人，一个70、80岁的一个老人，他跟一个小朋友玩，小朋友为了这个玩具非常在乎，他把他当真，非常真实的。但对他来讲，对老人家来讲，真的不是这样。但是为了配合他，跟他一起，也要照顾他，所以就完全当做这个，他不能用大人的大道理说不是这样了，什么都不是，不这样的话呢，还是会那个小朋友开始会闹哭嘛。他这个就是不对的嘛，所以就完全就是要入戏的状态，要跟他一起的，或者一个专业的演员拍戏一样，这样讲可以吗？觉得可以。专业的一个演员拍戏的状态的时候，那他们很厉害啊，但实际上他这不是他的生活，但他就是在这个状态，他做到极致，做到最好，但是他不是这个人。
但他就在这个状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过度的沮丧，过度的觉得啊没有意义的时候，那也不对，这个态度也不对，不能太消极。但是呢，也不也就是也要承认轮回的本质就是刚刚说的那样。我现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天发生的故事啊，也许对大家这个思考有帮助，因为我自己蛮有感触。前天呢早上啊，就是我去一个殡仪馆，什么？OK，殡仪馆，那是一个洋人，看起来，嗯，我我收到他的照片的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印度的明星，应该她是非常漂亮，有这种事业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强那样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形象。但是反正她50岁左右就癌症去世了，上个星期，应该不是上个星期，有可能是这个星期一啊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是昨天去的，是昨天吗？周四去的吗？啊，对，周四去的。OK，那他的故事我也想讲一下，他是宗萨仁波切的弟子，所以那个悉达多的其他的一些师兄，他们打电话说可不可以帮忙去那边修一下，他们非常认真。虽然是昨天是他们的真正的那个上例，就是有很多亲朋好友信佛不信佛的都来，就这样正常的方式。但是那一天周四那一天是只有除了我，还有他们其他3个人，他们都是可能是几十年跟仁波切一起这种修行，这种一起的。所以他们现在也都有一定的年纪，看起来都是就是60岁左右的那样的状态。那我比较感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人早上来这里接我的时候，他的车上放置这个王者拥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他的日常的歌颂本，歌颂，它是很西藏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有英文也有藏文的那样的经卷，而且里面刚好是第20宗喀仁波切的上师瑜伽和那个那个莲师七品七经文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申请宗喀仁波切，因为他是宗喀仁波切的一个比较，因为相处很久的这样的弟子，以前可能他在旁边做事的这样的，所以呢，仁波切曾经用过的一个围巾，有点像皮丹这样的一个白色的，也有给他。然后呢，就是那个他的师兄呢，就是这个也支起来，放在他的那个这场课诵的法本一起放在一个袋子，然后就是交给我，我说这个待会儿就是放在他的遗体上面。就这样，最后还有好几个这些，然后我就大概看在车上呢，这就是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呢就是一路就是替他念一遍这个课诵的内容，最后就是帮他念一遍了，而且因为刚好里面也有藏文的，然后我到了那边时候，我也有街头咒论，还有这些，因为那个是专门的一个空间里面特别开放，就是我们4个人完全看到他的整个的遗体脸部没有头发，可能是这个化疗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就是但是整个他处理的非常好，看起来很完美，就是一个人在睡觉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轻轻的那种，它上面的这个街头周轮，加上棕色仁波切的那个衣服，棕色仁波切的衣服，当然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呢，很舍不得嘛，肯定会这个我会打下一个在这寺院里面、佛塔里面，但是洋人没有这个概念，他觉得这个是他一生拥有的棕色仁波切，他自己穿过的那个棕色仁波切的上面都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他没有洗的，他一直这样。那最后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他自己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的法本把它放在他的头部的旁边，然后呢，其他的有一些香囊啊、眼供粉啊，还有一些他自己携带的东西，我也就是一个一个的放在他的旁边，然后我也开始帮他修一个魔法法门啊。
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还有一些中印的一些救度的一些祈祷文，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就这样，我们在那边待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环节是，宗喀仁波切又为他专门录了5分钟左右的一个留言。仁波切一开始用的就是嗨萨拉嗨萨拉，好像他的名字叫萨拉还是Rita 什么的啊，这个我的这个里面有，反正，然后仁波切跟他讲了，念了一些咒语，接着呢跟他讲话。然后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现在是中英的阶段，虽然我不太懂英文，但是还听得懂。任务就是你不要查那些亲朋好友，你统统要放下这些执着。任务就为他专门的这个有录制，然后那个来接我的是以前总是不记得很多的电影拍摄的时候的一些助理嘛，所以就是直接就是请仁波切说，哎，他已经往生了，那你最好就是要就像仁波切为他胸脯阿发一样嘛，他就是一个5分钟的录制，然后直接就是这个手机打开放在那个遗体的耳边，我们一起站在那边一起听。但是我呢是很感动，非常感动，但是呢也没有掉眼泪啊。但是他们3个都一直不断的在哭，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人那样的。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最后，他们用佛法的方式，他们就是这一些金刚师兄的一种感情，他们不是亲朋好其他的一些亲人家人啊，他们就在同一个那个仁波切的座下的弟子的身份，然后一起他们3个人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在他的耳边播放仁波切的开示和专门就是为他录的那个5分钟的内容，然后他们2个都就是3个都是止不住眼泪，也就是这样。然后呢，洋人就是还是有时候就是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开玩笑啊，他也有这种风格嘛，然后就又哭着哭着又笑，现在你也哭了。但是我当然那个整个的过程，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过程，非常诚实啊，就是一个沉默的沉啊，思维的思，因为这个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看到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它像游戏一样，我们必须可以很自在的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就是这样，是吧？我们的左边的右边拥有所有都，其实我们以为是怎么样，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修这个无价性的时候啊，这个人生难得殊命无常，就是要思维这些。要深刻的思维，深刻的体会，深刻的感受，而且用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啊，我们眼前发生的、身边发生的，接二连三的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作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对象，哦，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觉得哦，我有念珠，但是我要念珠更昂贵的价值的。还有一个，还有2个、3个，啊，可能这样。但是有一天呢，当然你这个另一个心态，哦，这是我是三宝弟子，我就是好像为了三宝的一个恭敬，我有一个念珠，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法器，更多的法本，更多的，最终呢就是这样，亲朋好友也是这样啊。啊，所以呢，我很想这个过程写成文字，但是这几天比较没有时间了啊。然后过几天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呃这个写下来这个过程。所以还有他的呃来接我的那个后面有一个箱子啊，他说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你可以用到的，都是就是他圣前供的那些佛像。还有法器，还有简单的那些香炉等等，他去世了，所有的收拾了，就放在那边，要放在哪里不知道。其实一切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外在的住宿全部都这样，还有书，很多英文书。我说好好好，星期三你们过来吧，带到这里，如果我们就是看看在哪里可以结缘或能够有没有什么地方放。当然，
也不能乱丢嘛，我只能这样说啊。所以可能会这个星期天他们也会一些人可能会过来，但是这个不是过不过来，这个书什么样？但是我看到有这样的，我们就是最后的那一刻啊，是吧？这样，所以这个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毫不犹豫的要去思维这些事情啊。所以，如果你这样，你的这个十经八法、十经看的比较淡的时候，那才有办法产生出离心。连这个都你不愿意听，那就是出离心根本就是已经完全是不在我们的一个想象的范围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苦，我们很痛苦，我们遇到困难。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些都好像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所以呢，那也是我们经常要思考的啊，要思考的事情。所以，呃，其实这样，我会再讲一个故事，让你要继续哭啊。我们今天中午啊，刚刚我们几个人去那个DY 对吧？DY 的路上经过了那个麦当劳，记得吗？刚刚快到 DY 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麦当劳那个 McDonald 的右边的有点那个斜坡的一个 hill 斜坡的地方，那边有一对夫妻，也是宗喀仁波切和督巴法王、珠钦法王的弟子。他也是呃19不是2019年去世了，而且我曾经在他们家里也住过6个月还是。我都每次经过那个时候，他的先生现在已经搬到塔斯马尼亚，他的女儿也在那边。他的女儿不是他的妈妈，但那个妈妈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他也是癌症末期的时候，他说：我会下个月我会去世的，你要来帮我修法，但是只有5分钟的时间，其他的因为他们那个是一起安排的。我的新加坡的朋友会过来，他也会支持，什么什么某一个人也会来做，所以他自己亲自安排所有的流程。我说好，我会去。他说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巧觉的这个修行的能力啊。他说是我现在呢，我的上识和虚空和性是一体的，我在这个状态，所以就是他说他不怕。前天也是，他们也是，他们虽然是那种爱之末期，他真的那个离开的那个当下是非常格外的一个放松和一种呃特别的一种没有任何的痛苦和恐惧的状态离开了。所以就是他们跟我分享这个事情前天，他们非常开心，他们觉得修行真的深思这些真的有用。全部都是洋人，全部都是没有任何本身佛法的背景和这个佛教文化背景，他们一生就这么自然而然信佛。我们知道佛教是很被动的，不会强迫让他们信，或者这些传播佛法的藏人全部都是自己都一无所有，那种乞丐一样在全球流量的那种呃流量制。啊，但是他们的本身佛教的魅力，让他们相信这个佛教和因果，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每次经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我也蛮有感觉，因为为什么呢？我刚到，我现在还有那些照片的。我刚到那个悉尼，2016年和7年之间呢，他们夫妻开车，我们从那个 DY 的，今天晚上我们去的那个 beach 的另一个下面另一个 beach。啊，我们在那边散步，还有一次去那个满利 beach 那边也有去过。他们一对夫妻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70岁，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所以你看呢，他们医生就是从英国，反正他们也是很有学问、有写过书那样的人，然后在那边就是最佳的位置的有一个2层的楼的一个楼房，然后就是在另外比较方便的那个斜坡上。他离开了，癌症末期了，离开了。只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来过这样的人在那个地方，谁知道？就是那种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我们都是一个客人一样，客人一样，就是非常端正，暂停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在乎、在意，很多纠结，其实都是多余的。我们有一天是真正的那个出离心的话，我们会心胸会变得更大，因为你不是不该在意的太多的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不会那么纠结了。所以佛法的智慧，为什么高僧大德修得好的人，反而他们非常开朗，非常自在，而且他们的慈悲和爱和那种天天开心的那个状态，影响了无数人，让他们也变得开心了。而并不是说是他们的修行修得越好，他们的出离心修得越好，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已经就变成自闭症一样，没有这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智慧在里面啊。所以我就现在继续不讲了啊。但是确实是这些是我们真正思考的话，不只是这个，我们就是身边所有的一切都在变。比如说你再去以前你的高中和大学，你那个时候哇，就是那个很正式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没有了，就变了，没有了，不想去了，很陌生了。那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的无常的对境。哎，不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是这个好与不好，不是这样，就是一切都在这个状态。所以我们那个当下，只要珍惜，也不要太这个纠结，OK，就变得。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心比较自在，容易放得下。OK，我再不讲了。所以他说长久相伴，亲友各自利。长久相伴，就是说你长久相伴的亲朋好友，最终各自离，各自离就是各自去各自的地方。什么叫各自的地方呢？各自都是离不开死亡，先后顺序就是可能会各自去的时候，去哪里我们不知道，这是生死是一种一瞬间，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尽举财物，就是非常努力、非常辛苦的赚的钱，这聚就是这个你就是累积的财富。死后呢，成为遗产，这是已经算不错的了。有些呢，生前就变成刹那间就没有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股票啊，很多的事情，你觉得就是我有财富，就是一刹那就说没有就没有了。就像加沙地带的那些无数个那些房子，我相信是无数个人他们的有时候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家族的或者一生的努力的这个一个自己的拥有的东西，但就是一夜之间，或者就是这么的一个短的时间内，全部都变成废墟。那自己曾经住过的哪一个地方都可能是很难辨认的，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讲的不是讲为了故事了，这是我们如果要认真去思维的话，都是这样。所以呢，聚集财物，死后成遗产。成遗产就是更了。现在在昨天也有人这样跟我分享了，前天吧，就是比如说现在在那些养老院呐、那些里面工作的人，他们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天天比如说以前他们是大学教授，以前是什么什么的，现在变成听说是澳洲呢70%的老人有老年痴呆。那现在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这吃也没有吃也不知道啊，这来的是亲人还是子女子孙还是陌生人都分不清楚了，变成这样的状态。你们都看过这种状态吗？听说是有很多这样的，在那边的环境工作的人都知道的。
所以呢，一称都没有用，一称有用。对他们来讲的话啊，他听说是他快要不行了，他赶快来看，因为要签字，因为这个一称他们要破，就是恨不得要赶快要分。那分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多一点，我多不，他就开始会为了这样而争吵，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呢，钱财呢，如果你好好的应用的话，肯定是能够成为一个善巧方便、累积福德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它究竟上呢，它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所以一禅意识并可，这个很重要。佛教当中呢，意识和身体是分开的。意识就是阿赖耶识嘛，性嘛，我们的圣识嘛，叫另外一个名称叫圣识，圣就是精神的圣，对吧？是意识的是生识，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它叫生识。这个生识呢，就是现在的我们的生识，就是过去式的生识，现在是未来式，它是相续的。相续的什么呢？就不断会延续下去，叫相续啊。所以呢，但是身体是并刻的那个方子一样，你今天晚上住在那边，但明天要离开，换一个地方。所以呢，他说我们的意识就是一个病壳，而且它会设起身体的客房，身体就是一个客房，客人所住的房间，客房。所以呢，什么呢？心是次识，心就是内心，识就是放下的意思啊。这里的识就是放下的意思。放下什么呢？次识，次是什么呢？就是十经八法，唯想今生我要怎么赚钱，我要怎么更有名等等这种实际的想法，叫做次识。次始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来世，我未来要成佛，我未来要变得更加圆满，那叫做来世，来世的事情。那次世是什么呢？就根本不在乎来世怎么样，就是我这一生要变着干嘛干嘛，就是那种想法，实际的那个看法很重的，叫做次世。乃是佛子心，就是心要放下今生的这种名声名利啊名利。OK，那接下来又说了几个，这些都是我这次没有特别看那个课盘啊。如果你们有课盘的话，也许可以自己看课盘。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框架啊，哪一些段落，哪一些特别的内容，这个课盘很有用的。但是我这次没有特别参考那个课盘，课盘不复杂啊。但是现在我们看这里，这个是什么？现正在准备正式的一个修行啊，现在特若遇水般增长贪嗔痴，而是推转所学闻思修。你看，又讲了闻思修啊，能忍仁慈悲心尽丧事，什么？啊，能事 OK，能事这人慈悲心，这个经商事啊，远离恶友乃是佛性。也就是叫善知识和恶友，恶友是永远与不要。那个是我们实践法上面也是这样啊。你就是靠近比如说你朋友是非常喜欢抽烟，那自然而然你也可能有一天会抽烟啊。你的朋友就是非常喜欢打麻将，那你也可能就这样。你的朋友非常喜欢那个吸毒，那就比较容易，也对我们也这个那个朋友的朋友也可能跟就迟早会一样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这种叫做恶友，OK，恶友和善友的区别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这样说，这个就是非常客观的啊。这个跟你的处理性也不是完全是一定要挂钩的，但是从佛法修行的角度来讲，确实这样的。若遇水边，如果你跟水在一起，这个就是伴侣的伴，就是水在一起，你的贪嗔痴增长了，那说明他是恶友，这是第一个。而且他说是推转了文思修，
所以本来是你是学佛精进不错的啊，就是喜欢学习、喜欢修行的啊，这个就是从实践法上来讲的话呢，本来你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学生，但是你的一些朋友，然后慢慢就是不用功了，考试成绩越来越不好了，那种也就是相对一个恶诱啊，所以就是不鼓励你的学习了，就是教坏，那就是不好的。所以所以说，而且推转是什么呢？本身你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推转了就是退步了，推转就是退步的意思哈。所以本来这个很够白话了，我再加上再白话的话，我相信这个内容是没有人不是看不懂啊，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嘛啊。推转，而且推转让推转什么我们的文思修啊，这个所学的这个文思修，所学文思修可以，这或者这里的所学呢，就是说我们所要行持的、所要做的这个文思修的事情啊，按藏文的翻译大概这样。所以边界这里特别说你的慈悲心。上师你的慈悲心，将把的了解仁慈和悲心就分开了。仁慈、悲心，仁慈和悲心的差别是什么？知道吗？其实仁慈和悲心是有差，当然是听起来是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怎么说思维的一个方式？因为这个受量心里面就是一个是喜，不是慈悲喜舍，这个慈就是仁慈，悲就是悲喜，喜就是欢喜，舍就是平等，这就是事物良心。这个事物良心应该下面会有出现的。但我现在讲慈和悲的差别，悲是什么呢？看到一个人受苦或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内心产生的那种同情心，一种悲悯的那个心态，哇，很可怜呐、我希望他能够这个脱离这个痛苦，希望能够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那叫做慈。比如说背心，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个战争，哦，他们就看到新闻就哦很可怜啊，很可惜啊，就是心痛，那就是一种背心。慈是什么呢？你看到大家有一种讲吧，就是仁慈呢，就是说，就像一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的状态一样，那种不要说是孩子是受伤了，不是这个状态，只是就是自然而然孩子出现了，妈妈就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且非常对，就有那种仁慈啊，对这个爱。那个爱的状态，确实没错，就是爱的那个状态，那种我们普通人说的那个爱，就是仁慈了，仁慈了，很好啊。这个爱，现在我们一般说的是母爱的那个爱，确实就是一个仁慈的状态。然后这里的被民的信呢，就是说他的对境呢，主要是看到他受痛苦的那个状态下，希望他远离痛苦的那种内在的一种关怀，也就是叫背心。那如果你跟那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让你的背心和刺心逐渐的会变得呃更更加的这个更少更少，那等于是他就是恶友啊。是这样。比如说，有些是很喜欢打杀，你原来就是不是很想吃肉，那你希望减少吃肉，但是呢，朋友说，耶，吃，拉，然后就是这样说啊，慢慢就第一次就是有点不是很习惯，那第二次、三次呢，久而久之就是麻木了，然后就是被他们受影响了。这个影响呢，就是心里面就是慢慢的就是已经不在乎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背心也慢慢受影响了。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恶友，但是我们达成的时候有一个叫哦，你是恶友不能这样的
对的，我们内心当中，你尽量远离恶友，但是恶友也是你的背面的对象。他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做，这是他们的习性，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你有能力的话呢，反而要帮助他；没有能力的话，只是你现阶段你不能受他的这个影响嘛，要自己的善根先要保护。从这个角度考量，而并不是歧视的一种态度和一种看不起他们，或我是高高在上，我是修菩提心，你是恶友，我是要善友，拜拜，也不能这样说，知道吗？是的，是的。所以呢，比如说很多的这些上司啊，他们无论以前他的同学也好，他的一些朋友也好，他现在人生活的状态、修行的状态，无论怎么样，他们还是一样的，非常有爱的一个态度啊，不是说是我现在有成就，你没有了，你这不会是用这种态度去对待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修行人就是有时候自以为我是高尚的，或者我的是政治正确了，那他好像不行了，又变成这样的一个分别的时候，也是嗯不是很智慧的一个做法啊。所以呢，这是我就顺便说的，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现在更多人呢，你们的中文比我好。那阅读能力或查资料的都是现在年轻人更厉害，所以呢，很多的一些看不懂的，用这个查资料和这个文字上的东西，你弄清楚是不是问题？那现在的一个主要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用自己的思维，这个内容和那个内容，你怎么去怎么说对比融合。对比之对比，外呢，就啊，融合，而且怎么去趋势啊，这是比较有大家难的。我上次跟那个西藏的电脑和 AI 的那个知识方面非常厉害的那个葛西，我也不是说的嘛，我们就是那个访谈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些知识和资讯方面呢，现在本身就是这些功能都非常厉害了。甚至我们以后呢，不要背那么多经书了，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呢，现在呢，那个变成智慧，自己去驱使那个要能做到一个智慧的这个智慧是，他们是做不到的，目前至少是 AI 也做不到，这要有自己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自己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就是要自己去来分辨这个，是这样才就是，不然的话呢，我们说哦，他是恶友，他是善友，就这样，他们也绝对不会能给出100%的答案。所以这些是我们都是要知道，自己要知道。好，那接下来又说了，这是一个恶友的相反是什么呢？善友。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现真善事啊，就是善知识，也就是善友啊。一直与水能是罪过尽，就是你的这个烦恼啊、习气啊，做坏事的就变得越来越少啊，而且功德犹如新月增。新月是什么呢？上旬的意思了，就是这里翻译成信，但是实际上是上旬和下旬的上旬，知道上旬？上旬月，上旬夜，上旬就是说初一到十五就是上旬嘛。那初一到十五一直在这个月亮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这就是上旬的月一样的加尊称。然后呢，他说这样的现正善事，就是善知识呢，比用自己的身体，你还要更加的要珍惜、爱惜，所以他就是非常难得，因为你在菩提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好友或者助伴或者善知识或者上师啊，就这样，所以呢，更加真爱乃是佛之心。所以就这样啊。所以接下来的讲的内容特别重要。你看，一下子现在要进入皈依啊，皈依。所以我们说无家信要皈依啊，什么叫皈依？就是菩提道路上就是要皈依嘛，啊，皈依。现在在讲的皈依的主要是皈依要跟谁，就是皈依的对象啊，皈依的对象。
自己仍然负于轮回欲，是这段吧，上师？是，世间神只能够解救谁？是故投靠真实不欺者，皈依三宝，乃是佛子行。我听到你的声音，刺都笑了啊。有疗愈效果啊，你看你多说一下啊，开玩笑啊。所以这里要分辨皈依的对象，OK？所以我们经常说拜神、拜鬼，传统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拜祖先，佛教不排斥，OK？佛教不排斥。比如说关公、妈祖，你拜一拜没问题，你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视为皈依处，这个定义不一样了啊。释经的护法，我们佛教也有，经常藏传佛教也有护法，护法有释经护法和出世经护法，分两个层面。出世经的护法有这个出现在皈依经里面。释经的护法不能放在皈依经里面，我们那个皈依经大家都知道啊，是吧？啊，皈依经里面，所以呢，那你拜的那个是不是释经的护法，还是出释经的护法，就是也很难分辨的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你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的情况下，你不要硬要说哦，他是出释经的护法，他是皈依经，不要这样说。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出世经的护法的话，那就在佛法圣里面啊，对吧？大乘的菩萨里面呢，他就是一个菩萨。你可以拜，拜的概念是什么呢？就像搞关系一样啊，你送一个礼物，他帮你一个忙，那就是释经护法和人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土地公呢，藏传也非常重视，试坛城的时候要供土地公，做多玛，专门做一个多玛丢的是什么呢？供给土地公。哦，我在这里今天要做一下发誓，你不要嫉妒我，你要就是要帮助我，让我顺顺利利啊，不要下暴雨啊，这等等，但也是这样的状态了，确实是有用的。因为他也是释经的护法嘛，他也需要这个贡品，他这个上师加持的那些变成甘露，他好几个月都可以能继续吃的话，那他的基本的生活也有帮助了啊。是的，释经护法有这样的，像人一样的，他的生存的问题都有啊，这些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个真的是，所以呢，我们可以拜，但是呢，比如说设坛城的时候也中间要放哪一个，旁边要放哪一个，这个位置都有讲究的。是吧？就像我们有，比如说今天你有这个释迦牟尼佛，肯定要在藏经或莲花生大师，然后基本上文殊菩萨那些的话呢，不要太纠结，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就是一般的一些护法等等的话呢，那就稍微方便一点。你家里祖先呢牌位的话，那肯定要稍微的更方便一点，或者下方一点的一个地方去放啊。所以呢，这些是有差别的。所以你天天念护法誓。尤其是世界，我为了事业顺利啊，生意兴隆啊，那这个念的话呢，这是一个实践法的一个概念，不是出离心，不是真正的学佛的一个态度。当然，你顺便念一下可以，因为这我说的顺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修行的80%、95%的时间来修其他的法，5%的时间做供一个护法，基本上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的。供护法的有习惯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做，是吧？啊，这是这样。但是呢，现在这里皈依的对象是什么？自己仍然在轮回的地狱或监狱一样，这是一个监狱的比较。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在监狱里面的话，他能帮助到你吗？如果他自己是一个法官，你自己是一个总统，那可能有办法帮你。如果他自己已经在这个监狱里面的话，那他没有办法帮到另外一个自由人让他什么一个有用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是一个监狱的一个比较轮回是监狱一样的。
我们的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呢？脱离轮回，脱离轮回，脱离轮回的痛苦，处理轮回。所以呢，你皈依的对象还是自己在轮回的时候，那就是他帮不了忙，他自己和你的状态是一样。所以他这里说自己那些自己还在轮回的里面的时候，这些时间的神呢，他能不能解脱别人？不能，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有解脱了，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和一些基督教说哦都是邪灵啊，不能，其实佛教不会这样讲。释经的护法当中也有非常好的，也有值得尊重的，甚至他们在修道上的，甚至已经修得好好的都有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恭敬的供他，但是不要过度的依赖了，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帮着大多的忙了。尤其是佛教讲因果，我们普贤上师言教里面大家听过有一个故事，以前西藏有一个喇嘛，他修了一个护法叫当金，听过吗？我们的员工那个天天念的，我们会宫里面就有那个当金的护法的那个护法的这个修法，就是一个很简短的啊，就是他叫当金。那他修当金是一个财神，也是一个财神，所以呢，他修了当金，结果当今和他是可以面对面讲话一样的，他修到当今都直接出现在他的眼前了。结果呢，他跟当今求一个财，他说你可不可以就帮我一些就是要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啊，条件变得更好一点。当君没有帮他什么忙。有一天他说好啊，我今天你出去那边去花园，就是要，然后就是你会得到一些成就吧，就是我帮你忙。结果晚上回来的时候，那个喇嘛很生气，跟当君说是你没有帮我忙，什么都没得到，到底你的帮忙是什么？他说有啊，他说他跟其他的好几个乞丐啊是什么的那些一起坐在一片一排，然后那些士族呢，就是因为以前西藏也有，现在都有这个传统嘛，有一些就是他们专门呢就是这些做一些就像土把那种什么面团啊这样，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那初一十五啊，我们西藏那个萨干达瓦月还都这样做嘛。我们在印度也现在超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换一些钱1块钱，每个都发一发，就是那个几百个那些乞丐在那边，就是那种一样。他说是，他喝到了一个就像天都我们做的那种面疙瘩一样的一个，他说我喝到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呢，其他都有啊，不是我一个人有，那你给我什么？他跟丹金这样说，丹金说，那里面是不是你那边喝到的里面是不是有一块比较大一点的肉？有那个脂肪的那个大定的有那个肉，他说有，他说这是我给，他说因为你最近没有福报，我给不了太多，意思是这样。单间这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佛法强调自己的因果和福报，佛法只是他的一个助缘，OK。所以呢，佛法的定义的佛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所以呢，尤其是很多修护法的时候，护法的头顶上一定要观想莲花生大智，或者什么某一个本尊。为什么呢？如果你只是直接修护法的话，那些护法有一些呢，他是比较有时间的，很多的盛世的话呢，他有力量，但是他没有那个智慧和慈悲的部分，所以可能变成你也受他的相续的影响，你也就变成那种嗔恨心很强或者那种比较奇怪的一个人。所以比较修行可能不一定那么很正。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每次修护法的时候，先一定要念本尊的咒、心咒或者莲花生大师来这个正点。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按照佛法去帮忙的，不会按照他们自己。尤其是有些护法呢，也比较复杂的是，我们没有修成他本来的那个老大的时候，先修到他的卷数。那个卷数里面呢，各种各样都有，一些世间的恶鬼众生啊，都有的。他们有时候心存这种
负面的一些想法都有。所以呢，这个修护法很要谨慎，所以就是要先修。巴主任不也说我们就老老实实的修慈悲心、念皈依法心，比修护法更少风险，更多功德啊。但是我并不是说修护法不好啊，我们一般呢就修一修护法没有什么风险的啊。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觉得，其实我以前听到过，在心里都遇到过这样的我在修马哈嘎拉，他根本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根本没有接触过藏传佛教，但是他说我天天在修马哈嘎拉，我也很难说清楚他到底在修什么或者怎么修啊，什么样的心去修。我们比较执着这个佛法本身的这个次第和这个做法嘛。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根本就是你就是修马哈嘎拉当做一个，因为马哈嘎拉本身是一个佛教的，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护法。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三根本尊在空性护法，它的次第就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去修的话呢，它也修不出什么正规的一个护法。所以呢，这里特别说，释经的神呢，就是不能救度众生了。所以呢，他说是事故什么呢？透考什么？这个字体的真实的不弃之，真实不去是什么呢？佛的功德、法的功德、佛法僧的真功德是真实不虚，叫真实不弃，就是真实不虚的，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真正的皈依的对象是什么呢？三宝。三宝啊，佛法僧是究竟的皈依的对象，所以这就是佛之心啊。身为一个佛子，身为一个菩萨的话呢，会该皈依的对象，不会皈依不该皈依的对象啊。所以就是这个皈依是这样。这个皈依是什么呢？你生生世世知道菩提之前，我要得到究竟的解脱，为了这个解脱，我要皈依。这是一个皈依的整体的这个一个概念。以这个逻辑去想的话，就是三宝才有这个能力的啊。这里的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这些所有的诸佛，三世诸佛就是佛。法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是讲的84000个法，它里面也分两个，一个叫正法，一个叫正，不是正悟的正法啊，正法和教法。教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文思修文色的这个叫做教法啊。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些各种经，就是讲《金刚经》，它就是教法。正法是什么呢？教法在他的相续的那些高深大德的内在的智慧，就是正法。他的证悟的那个智慧的境界叫正法。这个也你们一定要写下来啊，你记下来。教法正法，教正而法，所以就像，那我们一个凡夫人，一个普通人，有没有办法拥有这两个有？比如说，你今天学到这个佛子行37种，能学到多少都是教法。正法有没有？你比如说，你心里产生的这种慈悲和智慧，多少都是一个正法。教法和正法，简单来说就是这样。OK， 最究竟的可能在菩萨和佛拥有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拥有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符合我们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和正法。所以这个就是法，在这个法拥有的善知识、菩萨、阿罗汉，他们就是圣，佛法僧的圣。所以他们，因为你依靠他们，依止他们学习的话呢，他是不会欺骗你，就你能够学到真正的这个正确的道路。所以他就像一个伙伴一样的，主伴一样。OK， 所以呢，就是佛法僧，就是皈依的对象，这就是然后呢，你皈依三宝之后呢，要驱舍因果啊，驱舍因果啊。这里的顺序是先这个皈依了，再讲驱舍因果，这个讲的也很好啊。驱舍因果啊，驱舍因果，驱舍因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尽量不造作恶业啊，尽量的就是性质善发，这叫做驱舍因果。驱就是取舍，取就是你要拿
实是避免啊，就是驱使因果。所以这个内容，那你讲一下啊，这个明智师兄，你念一下。这不是下一段是吗？对，即极难忍受所受恶道苦，佛陀说是恶业之果报。是故性命即使临危难，亦不造恶，乃是佛子行。好，所以这里说极难忍，其实极为难忍就是男人极为难忍的所有的恶道的痛苦。恶道有3种恶道，知道恶道吗？三恶道，也就是知道三恶道。地狱道的畜生、恶鬼、地狱，这3个叫三恶趣和三恶道啊。那这个三恶道的痛苦是非常难，他们具有男人的痛苦。他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佛陀说是恶业之果报，所以嗔恨导致了地狱，贪欲导致了恶鬼。然后比如说你有钱，你舍不得布施，还好，自己舍不得用，那个是很严重的，这个是有过患的。自己舍不得用，自己舍不得吃，那种就是很严重的。比如说有些人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呢，那个是他的相续呢，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恶鬼的种子了。恶鬼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天天就是吃不饱，饿着肚子叫恶鬼。但是另一个呢，天天无法满足的状态，就是最糟糕的恶鬼了。所以有一些非常有钱人，但天天非常不满足，天天觉得我不够，那是已经还是在金钱里面，但是实际上是恶鬼道的一个运吞。怎么说呢？一个业力就开始要现前了啊！而且它也导致了他下意识就可能会这个淘汰那个堕落那个恶鬼的一个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呢，你有什么，你非常舍得放开，你就是这样用，有时候也是一个福报，这是需要的，不是过度浪费，但是该有的就是要，就是这样。再加上你有一些多余的，或者你其他有能力的话呢，你就是布施给其他人，跟其他，因为就是有出去才能来。是这样，这是做生意的都是有这个道理存在的。做生意，你就是你的格局越小，能付出的越少，你能得到的利润或者这个机会越小，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法里面也说了，所以有一次释迦牟尼佛这样说，这个故事我就讲一下。有一个乞丐啊，来，因为释迦牟尼佛经常有一个习惯，他手上拿的钵，也不是习惯了，应该是规定了。释迦牟尼佛已经规定了所有的这些他和一起去花园的那些僧众一起的时候，他能拿到多少，就是钵，就像现在泰国啊那些的和尚一样，他们去那个花园，在钵里面就是别人放什么就吃什么嘛啊。那个里面要1/3不能满，就是这个1/3要空一点点，一个地方要空的。反正这个剩下的你吃完的也要剩一点点。这个剩余的呢，一部分呢要做来下食，有那个员工一样啊，就是不是少，但是这是可能像现在我们西藏的话呢，做多玛一样的，在食者的这个那个不是啊。
但是另外一个呢，那个里面的一部分呢，你作为如果有人乞丐啊，有一些没有得到那个，因为那个他们是过午不食的，所以就是午餐期间嘛，但是他们没有吃到午餐呢，那个没有吃饭的那些，就你要分享给他。所以这是他们自然而然做的事情，更不用说是释迦牟尼佛了啊。但是有一次，释迦牟尼有一个乞丐，就是来到释迦牟尼佛的面前，向佛陀要一点点他的这个剩下的那个饭钵里面的饭，释迦牟尼佛拒绝了。拒绝的时候，阿难呢，其他都有点惊讶，为什么？他说，但是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完全拒绝，而且提出一个要求啊。他说是，你先说一声不要，我才给你。那一般来讲呢，这是有点像刁难啊，对吧？他是一个很乞丐啊，他还要的时候，你说不要，我给你，那个是不是一个羞辱啊？所以就是，当然现在的那种想法一样，有没有当时的人有没有这种复杂的想法？但是反正就是这样。那当然，现场的其他人也有一些疑惑，为什么师尊这样做？虽然没有产生邪见，但是呢，他们觉得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嘛，至少有一个疑问，所以他问佛陀：“你为什么这么做？”佛陀说：“他呢，前500世，他从来没有说出口'不要'这个字。”只是他一直在不满足和想要的那个欲望的状态，他从来没有说哦，我这个够了，OK 了，就是一种那个知足，他从来没有这种知足，因为我不要也是一种知足的一种表态啊，所以他从来没有。所以现在如果他至少嘴巴说出了，我给他种下这个知足的种子，将来他会成为不缺的，他知足了。反而是他不缺的，他能有机会，所以这种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教导的非常殊胜的方法，就是这样说。所以这个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经常有，我们就是不主意去说很多脏话啊，哎呀，我可怜呐、什么的，其实是非常负能量的，对吧？所以有时候是，哎呀，我很痛苦啊，什么，其实是也不能压抑，但是呢，经常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喜欢说各种对自己的状态也好，对他人也好，很多非常负面的说话的，或者这样的时候，就会种下一些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种子，而且比较正能量、正面你的说好话的时候，或者真正持有这种正面的态度，那样的话，就是你会情况会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乐观，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顺利了，这是也存在的。以前有一些科学家都有研究出这样的一个，有些水啊，那个水一般的水，然后就是你骂它啊，那个水就是最后那个放出来的那个就不一样啊，那个水的，然后就是你跟他说好话或者微笑，那不一样，念咒语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念咒语也是有这样的原理在？因为咒语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些佛菩萨，不单是价值，它本身是一种正能量的语言呐、Om mani padme hum，其实的 mani 是什么呢？回报，那个叫莲花的意思，不是，mani 是回报的意思，padme 是莲花的意思，回报莲花。你看呢，至少是这两个词都是很好的两个密写啊，对吧？而且这是释迦牟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手上拿着这个如意宝和莲花，所以实际上也是这个我祈请持有如意宝和莲花的菩萨，就是那种意思。这些咒语都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念“唵嘛呢叭咪，唵嘛呢叭咪，唵嘛呢叭咪”，其实实际上不是什么迷信啊，不是一个迷信的做法，而且就这样。哦，所以呢，佛陀说是恶业之果报，是故性命即是利那叫他令危难，这遇到了这个危难、民难，这叫民难。遇到任何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是不造作恶业，能够远离恶业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也不造恶乃是佛子心。但是一个初学者能不能完全能做到这样情况不难，
不能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尽力。我们当地呢，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多了，知道吗？你们相信吗？有时候那个我们 YouTube 里面呢，到那个视频里面看到哦，藏地的修行人多厉害啊，或者有些正面的，有些负面的，有诽谤的，有赞美的都有，但是这不一定都是很正确啊。不是每个西藏人都是菩萨，没有这样，有好人有坏人，西藏人有纯真善良的，也有欺骗绿口的，当然都有的，肯定有的。但是呢，我真的是，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我就100%可以相信的。有一些，比如说当时文革的时候啊，有一些喇嘛呢，就是这些政府啊那些人说你要杀这个羊，如果你不杀他，我要杀你。他们心甘情愿的，OK，你杀我，我不杀他。有无数个人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些当中也有一些堪布啊、喇嘛，甚至也有很普通的那些人。比如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上师，甚至藏在地下室。我这次去伦敦佛学院也非常奇怪的一个，我到了丘家尊者的那个炼塔舍利塔的前面，有一个老人家坐在那边，沙发，一个旧的沙发，就是我们这边经常看到的那个二手丢在那个路边这种沙发。我坐在旁边，知道吗？我跟他聊起来了，我们荣森频道那个聊天一样，我跟他聊起来了。他看起来是70多岁了。我说：你是哪里的？我说：他说我在这里的。然后我跟他问说，我慢慢发现，他说就是在那个丘家尊者的那个伦多寺的那个地方的人。那20多年前我就在那边嘛，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就是那个老太太。因为那个时候她也不是老太太了，就是相对于1995年6年的时候，她也不算老太太嘛，那个时候啊。但是现在看起来是70、80岁了。那我进一步的问他，好几个喇嘛还正在排示啊。我现在这个音频应该有的，如果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我相信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话。我们的对话差不多有5到10分钟。然后我进一步问的时候，他说：是啊，邱家政治是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家，我们把它藏在里面。我们有一个下面那个楼下有一个地方，就是养马那个羊啊、牛啊那些冬天放的那种地方，有点地下室，不是正式的地下室啊，有一个洞，就是这很普通的洞，它的房子都不是正规的那个。他说在那个里面，在这阿克区家，他们不是说去家政治啊，阿克区就在那边就待了10几年，这是我们家。我有点不相信，知道吗？我当时在那边的时候，我听过几个丘吉藏的比较近的一些那边，因为丘吉藏和他们那些居民就是一起40、50年，就是一起在那个地方。丘吉藏也不是什么正式的这个寺院里面住的，就是这样。丘吉藏呢，从1959年到现在过了圆寂了，那个之间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然后他跟我分享更多的细节了。他说是有一次呢，政治就是工作组来找他，然后我们藏在那边，然后那些工作组的队长啊来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喇嘛？就是说没有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在那边，你们自己看一下，那个下面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那个严重的一个疾病的那样的一个人在那边，你们自己看一下。我说。他们真的去看的时候，邱家真的脸全部都是黑的，突然间变成黑色了。我觉得也是天龙护法的他的一个神通力一样的。然后那些工作组离开了，邱家真的就变成一幕原来一样的，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待着。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为了保护那样的人，他们会愿意牺牲自己。然后我后来去到那个那个大堪布那边，然后我就是那个连大讲直接去大堪布达旺，就是也是邱家政治的部出了。现在这个伦敦佛学院的就是大家的根本上师了，其实是邱家政治之外，他是最受恭敬的。那我也去见他，
然后我们聊天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喝个茶。然后我说我刚刚遇到那个老太太，是真的是当时去政治他们一起吗？哦，他说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就看博跟我分享更多细节，因为他也一直在那边。我们当时在待过，但是很多那些细节他不知道。他还跟我这么短的时间里非常巧合的在那个门口，他在那边沙发上来做什么呢？就是他可能本来在这绕那个曲家政治的塔，然后在那边休息，然后就是一边念专门经了，要么就帮我晒太阳。我到了那边，他也不认识我，我们就聊了那个十几分钟，他分享了很多我都没听过的政治的故事。他当时就是去政治一起这样的年代一起的赌国的一个人啊，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我跟他的一起的照片，待会儿我可以分享给你们，这有人拍的。所以呢，这些遇到民难也不做恶业的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有。那我们能不能做到不一定，但是我们至少有尽量我会努力啊。我们有这样态度已经是阿弥陀非常好，不要更比较了啊。我们要不要赚钱？要，但是我们要不要直接跟马云比较啊？暂时不要啊。这个收入没办法直接比啊。但是我们要不要赚钱？要。我们要不要去工作？要。要不要上班？要。就是这种概念。我们每个人的修行的状态不一样嘛，所以按照自己的一个步骤去做，但我迟早能得到成就啊。OK，我们再往下看。说呢，你念一下。好的，堪布，三界快乐犹如草头露，彼是刹那坏灭之有法，永恒不变殊胜解脱果，努力追求乃是佛子行。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断恶行善，对吧？所以在前面讲的是断除恶业，现在讲行止善法的部分啊，去失的那个失的部分在前面，那现在是去啊，去就是去接受或者去做啊，这样行持善法。所以说三界快乐，三界是哪三个？你知道吗？欲句是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没听过就不知道。我问你也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你要知道或者不知道的话会有天大问题，不是这样的，只是一个冥想啊。三界就是我们整个宇宙有三个层次的一个这样的三个不同的区域了。OK，一个叫欲界，一个叫色界，颜色的色。一个叫界，就是那个世界的界嘛啊，最一个叫无色界。其实这也是这个佛教的宇宙观念。还好吗？喝茶吗？喝水？OK。所以这三个分别，我之前经常说哦，是世界、欲界、世界、无世界。其实是我们深刻的去想的话，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分法，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叫欲界呢？这个宇宙就是要分三个这样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它的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它有欲望。他的欲望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他想吃东西，他想穿衣服，他想听到很好听的东西，那种我们的眼耳鼻舌直接向外面得到很多其他的那个东西的那个欲望叫欲，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那叫欲界。它就是地狱、恶鬼，还有烹生，烹生就是动物界啊。然后人道，
还有天人的一部分，叫四大天王啊，还有33天，还有多少天，又叫这些欲界都来这种6天，所以这些都是欲界。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有比较我们人类一样的那种欲望。这种欲望呢，就是真的，他想得到，他好长大好，比如说他要结婚生子那种欲望。但是呢，比如说多少天呢，他们不一定要结婚啊，但是至少是这个我们的人对人的身体的欲望、事物的欲望，这些各方面那些欲望在，都必用的暗嘛。这个无对于那个无妙音妙晕还是妙晕这种妙晕的这个妙晕的这个妙晕，对，欲望的欲嘛，妙晕的这个执着叫做欲界。色界是什么概念呢？你看这些一切都是不是从外置的，它的不是地理位置分的，也不是它的高楼大厦或者一些特别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方面来物质的或者外面的有什么特色的特别的一些象征，不是这样的。主要也是他的心，我们的心慢慢成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你我，然后就是外面有一个东西，还有这个吃的东西，你吃了有时候好吃，有时候不好吃，有时候拉肚子，那些全部都是欲界的心产生的我们的境界，这叫做欲界。色界的时候，那个心有，颜色也有，对颜色的执着有，但是没有这种其他的人一样的执着，所以只有心颜色，它是形状、颜色、身高啊这种执着有，这很特别的啊。但是没有像欲界一样的，所以也没有天灾人祸太多的这些问题。庶民突然间生病到了，那没有这种问题啊，也都是一种异化生，不是异化生，那应该说是化生的一个状态了。世界众生不会有胎生，不会有那种男女的性别了，然后就是这各种各样的那些烦恼都没有了，所以就是世界很有意思的啊。无世界是什么呢？连心都那个形状的和颜色的那种色法都没有了，什么状态呢？意识的一个状态。所以实际上呢，这个欲界世界、无世界都是一个禅定来讲，一个禅定者的一个禅定的状态。所以呢，那个宇宙有一天呢还没有，就像欲界是什么呢？那个水温度降到零下20、30后，变成硬体那个冰块一样的，本身就是那个是无世界的性，慢慢的变成世界的性，世界又不满足了，我们的烦恼越来越粗大了，所以变成欲界的。最后这个成住坏空的时候呢，整个的现欲界结束了，然后世界结束了，然后无世界结束。而且得到阿罗汉的时候呢，先断除欲界烦恼，然后断除世界烦恼，然后断除无世界的烦恼，然后就是最终就是所有烦恼都没有了，所以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所以阿罗汉也很厉害哦，所以就是不再轮回了。阿罗汉知道吗？啊，所以这个三界这个概念呢，佛教的宇宙观主要是这有个3个层面的分法呢，主要是我们心生万法的理念，还有达摩祖师的这个有一个叫做血脉论啊，是吧？血脉论的一开头叫三界性其同归一心，你帮我念，大声念，可以吗？这个是繁体字啊，不知道你们三界缘起同兴起三界兴起，同归一一心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好，可以。所以这个是这个
血脉论的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三界就是这个三界，性气就是什么呢？怎么来的？我们哲学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他在讲这个源头，他就是三界性。这个性呢，就是新生的性，啊、性气就是说起源起点，它的这个就是性，就是说就从无到有的那个过程叫做性气，这个性。星期，OK，三界兴起，而且这个三界兴起呢，归就是归纳，归一心性啊，三界兴起同归一心啊，你们帮我写一下啊，可以，Kevin，或者什么你们写都谁写都可以，所以这个留言区也可以写一下，所以这就是三界的根本，就是我们那个心呢。还没有升起分别念的时候，没有任何分别念的状态的时候，它叫做本来清净。慢慢的有了这个分别的时候，就变成无始界心，然后这个分别慢慢变粗大了，变大了，那叫世界心。慢慢变成最糟糕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一界心。然后呢，最终呢，我们就是这个也很重要。虽然今天这句的重点不是要解释三界，但是我们先也要了解三界是什么啊。所以三界心即同归一心，所以这个一心无了，三界解除了。所以我们的无价性的课程里面不是有一个金刚乘的一个发心，说是一切我与一切众生本质佛什么一个佛啊，我们每个星期三在念，每个星期五念。所以呢，他说三界的快乐呢，犹如草头的什么？这怎么念？壮吗？鹿鹿啊？为什么？那草头鹿知道啊？早上的时候草头有那个水滴，但是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啊，就是那种啊，尤其是秋天的时候，早上会看到那样的这个草上，但是一太阳出来就不见了。所以它就这样的一个非常不确定、非常不稳定不真实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切的快乐都是无常。他说会刹那会就是外面的有法，有法是什么呢？有法就是这个有就是三有的有，就是轮回的东西啊。所以呢，真正的永恒不变的殊胜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解脱啊！世间的很多的财富就像这样的随意就一样的会，但是永远不变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解脱啊！这解脱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追求，这个努力追求就是佛之心。所以在前面讲了一个是要皈依，要皈依是什么呢？为了解脱要皈依。这你看一个一个每个这个顺序，你们要重复看啊。先要他们说轮回是很痛苦的，要皈依。跟谁皈依呢？皈依三宝，不是要皈依世间的那个天那个是皈身。那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解脱，不是世间的快乐。世间的快乐是你得到也没办法，没有一个永远的快乐。所以就是你最终目标啊，暂时到你可以拥有世间的快乐，因为世间的快乐也有时候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啊。就是我们有钱有时候可以帮助其他人呢，这是事实嘛。也就是有钱你可以做布施啊，布施本来在下面也要讲也是好事啊，对吧？所以呢，以前那个舍利佛吧，有一个佛陀的弟子，他发了一个愿，他说是我不要投胎到太穷的家里，也不要投胎到太富有的家里，我希望能够投胎到刚刚好跳进小康的一个家庭。他没有说小康的，但是就是这样啊。他说是，他讲虚无金当的，无金的没界相，
把米前的建立呢，让对象啊脱不了手，他有这样计算，不要太富有，不要太贫穷。其实太贫穷对修行也有很大障碍，有时候啊，对吧？太富有那就是有更多障碍了，因为不是啊，这个有傲慢呐、有处理不完的事情呐、然后就这样，所以就像如来啊尊者啊，如来啊尊者当听过吗？如来啊尊者，八祖仁波切的上师，我们的这个大圆满的传承上师，很重要的如来尊者。当时他出家是真的是遇到很多麻烦，知道吗？当时他好像后来有没有收戒，我不太确定。但是反正呢，他要当，就是他要去修行了，就是这样。他那个时候他遇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部落长老的长子，也就是说他的爸爸是部落长老，相对于那个扎西卡的一个地方的，就是一个领导了啊，领袖了，长老。结果呢，那个长老去世了，那肯定要由他来继续，就是要做这个长老的接任这个职位嘛。结果呢，他不同意了，我不想去西服，我不想成家立业，我要去修行。结果呢，他们还调动了这个德格旺啊，德格有些人去过，我们次都去过的。那个德格是那个时候的土地地主嘛，就是我们扎西瓜都是属于他的下面的。所以呢，他们直接通报了那个代贵阳说，那个部落长老的他们是不愿意这个接人，然后就是他要这个出家怎么办？然后呢，他们还是这个，他也不是很暴力了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那上面有一个命令啊什么的话，那就肯定是你就然后再不遵守的话，那会开始麻烦的啊。那结果呢，他偷偷呢就是跑出去了啊，就是他那个偷渡的方式，然后从扎区卡去到德国的那边的一个支区，那个叫什么金沙江嘛啊那边，然后去到成都，然后透过成都，然后去拉萨，然后再拉萨，再往前继续去那个蔡良江吉米林巴大师的寺院。吉米林巴大师当时的寺院是比拉萨山呢还远，山南的更远的地方，我都没去过，在山域还更远的地方。那个时候从康区去到那个地方，它很远啊。但是他为了修行，不顾一切就是这样离开。他还聘了很多人，他说没事，我可以，我不做，他就是用很多善巧方便啊。一开始他就是让他们说没事，我会接人呐，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安抚了一下，然后就偷偷离开了。这个离开的整个的故事，他的自传里面有非常详细的写了很多他离开的这个过程。所以有些呢，就是有条件好的，有实力，有那样的话，就是对修行来讲的话呢，确实是障碍。但是呢，没有条件也是有时候是障碍，是吧？所以就是，就这方面呢，有时候不一定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就在这里特别说的是，我们的时间的这些财富、时间的成就，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解脱。OK，所以因为呢，三界都没有什么快乐。你看三界都没有快乐，你说，你看我们想象的话呢，就是世界的快乐、世界的功德、世界的人还有天眼通，还有神通，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都很难想象啊。在这里呢，那个也不是究竟的快乐。无世界它的寿命都可以长达几万年、几十万年，都可能他们在那边那个状态，但是也不是究竟的快乐。有一天他醒了，他会继续又慢慢的可以掉到地里面都有可能。因为轮回的意思就是说，从上到下一直不断的在轮转。有一个比喻嘛，比如说一个小小的文字啊那种，到这个里面，然后就这个盖住了，它再怎么飞都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三界轮回。所以呢，解脱是这个皈依的究竟的目标。但是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呢？你解脱自己就好吗？那不是了。他特别说，无始以来，好，你这个在现场的，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念也可以。
你呢？无始以来对我怜爱者，诸母若苦而我怎能乐？因此为度无边有情咒，发菩提心乃是佛子心。呀，这就是我们要做无价性，最起码要懂皈依发心的意义，这个顺序原因。所以这个跟无价性有直接，就是你学这个文字做无价性，就更知道怎么做，为什么要修无价性，为什么要皈依10万遍，为什么发心10万遍，为什么皈依接着要发心呢？你皈依不等于是大乘的佛教，小乘也有皈依啊，只是皈依的态度不一样。现在我们的皈依是什么呢？为了一切众生皈依，那就是才是大乘。所以就是菩提心是大乘小乘的区别在哪里呢？小乘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发菩提心，大乘有要菩提心，所以大乘为什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的心大，你的发心大叫大乘佛教，而并不是说是你的身体大啊叫大乘佛教，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的发心大，所以叫大乘佛教。唯一的大的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发心大才叫大乘佛教啊。所以就是阿底峡尊者特别说到，大乘和小乘的差别在于发心上，不能以任何其他的做区别。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发心，你修再高的法也不会成为大乘法的修行，因为你缺少了大乘的根本的这个基础的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有2个，一个是你的目的是终极目的是圆满菩提，但是你为了一切众生，所以你看这里说无始以来对我怜悯的这个爱的这个如母有情众生，如果他们还在轮回当中，我一个人解脱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这个就是精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用。比如说你周围的一个其他人，全部的一些功德心，大家都要考虑大家的一些感受，大家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带来大家的好处，对吧？比如说你听车位，你听的不好听，那其他人也不好听啊。你这边的垃圾没有处理好，其他邻居也是一样。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这一个社区的概念和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你没有好好的遵守法律，你没有那其他也是一样，整个的环节都会一个环节出问题，非常容易整个环节出问题。就像飞机的某一个螺丝哪里有出问题，可能会整个飞机的起飞和整个安全都是受影响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是经常我们只考虑自己？我们有时候嘴巴上说是大乘佛教佛法，但是有时候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的比没有信仰的一些年轻人和一些洋人还差。我看到过那种，我们佛教徒有些时候不是佛教徒的原因，但是呢，就可能这个修行和生活结合的没有那么的。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是这样，所以还是很自私的是不是？我要拿到多一点，我要先到，我不想排队类似这样的很好的事情，没事，就别人看不到，我就这样。就像我们做 barbecue， 你离开的时候很匆匆忙忙，你不想刷那个不想洗干净，可是下一个人来的时候怎么？你觉得他也要用我要好好的弄好。其实这个看起来不像修行，但是连这个都做不到，然后再说大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难说得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的实际的轮到我们的头上的时候，非常非常难安排。我们这个垃圾的分类都是有时候是要天天要老老实实的要分清楚，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做有难度了。有时候是这样，菩提心是对，真的是这样OK，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护法，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佛堂，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要供护法，他说这样才能更好。
我不知道，就是刚才我听您讲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不懂的话不要随便供，就是我想听听，就是在家，我完全没有说完全没有说不要随便供。嗯，其实呢，我说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这个供护法，比如说我用百分来分的嘛，你日常的修行供个50%占了，那这个剩余的一个这个你简单的一些寄送和一些仪轨，就年念或者你每天换那个红酒和红茶来换一下这个供杯，就是这样已经够了。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家里佛堂我就没有供护法，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对，我建议啊，我们比如说，你如果有得到过观点呢，你就是一样供的话呢，就像有这样的一个护法贝啊，至少，那这个里面每天你就换一下红酒也好，红茶也好啊，就是其中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换一遍，换一次，然后呢，就这样子的话，我们藏地的一些普通家庭不会念护法的人也家里都会有护法贝。因为他这样啊供，他自己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护法的，他就是你每天换，实际上也是一种供奉的概念了。就是说您没有，你可以没有护法的这个像，但是供一个护法杯是可以的，就是每对天对，啊，好的，谢谢。就是说，那等于是一定要有的吗？因为我不懂，我自己家里这个我是没有这个护法，但是我也确实没有灌过顶。那暂时就你不是一定要有的了啊。好的，好的，但是如果谢谢。其实做回供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有护法。也要护法，至少。哦，好的，谢谢看部。是的，是的，我们有时候听过一次，然后再不同听了一次或第二次，就像宝珠是仁波切啊，他的有个叫弟子叫龙斗嘛，他从宝珠是仁波切那边听了普贤那个无如菩萨行了，听了80次，八是十啊，宝珠仁波切从他的上师那边听了那个悟家信的课25次。是，而且更夸张的一个事情，我跟你们讲一下啊，虽然时间过了。巴珠仁波我切呢，巴珠仁波切呢，他有一次呢，去嘎陶寺，嘎陶寺宁玛的那个嘎陶寺，在那边呢，就是天天在绕塔的时候遇到一个喇嘛，他说是，哎呀，你看起来很老老实实的一个修行人，但是没有一点文思，就比较修行很难，就像我现在讲的一样的那种啊。我说是啊，你没有文思的话，就比较不知道怎么修。你要不要听一点课？宝珠荣波就是好啊，我要听。结果呢，那我要不要跟你讲一下？一个叫普贤上师演讲非常好，现在也就是那个时候是大家都非常推荐。我跟你讲要不要？宝珠荣波就是好。他自己写的，宝珠荣波，他宝珠荣波就经常没有穿圣衣圣袍，然后也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他就这样一个隐藏的身份是这样。然后呢，天天去他那边听，他也是普通话嘛，也不太会讲那种。巴珠什么就是一个大智者嘛，最一个。然后呢，从他的那个里面就是听了一半，知道吗？听了一半之后，扎须卡的一些人来到这里，看到巴珠仁波切认出来说：“哦，阿乌仁波切在这里。”因为扎须卡的人叫他阿乌仁波切在这里啊。然后巴珠仁波切是非常生气，他说：“哎呀。”我自己好好的在这里，就是很轻松的在这里，你们又没有让我走这边，哎呀，巴主任不就一开始生气了。然后嘎托寺的所有上上下下的人知道原来是巴主任不去，一口马上就得邀请到那个寺院里面去开始讲座，讲那个让他讲那个普贤，那叫什么入心论。结果呢，巴主任不去坐在法座上的那个时候，那个原来讲那个给巴主任不去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喇嘛也在现场。喇嘛看到巴主任不去，原来是他那边天天来听那个的，就是他自己就是巴主任不去的时候，他又觉得非常丢脸，又有点惭愧，他晚上就离开了，跑了，知道吗？巴主任不就觉得，哎呀，他不需要这样，他有点很可惜，但是
他完全是没办法待下去。他是家中长主，他就是晚上就离开了甘托寺，因为他觉得太丢脸了。但是巴珠仁波切有这种风格啊，巴珠仁波切觉得那个人是他很真心的在讲这个法，哪怕是我自己写的，哪怕是讲的没有我自己的好，但是他那样的一个那种爱和慈悲心讲的时候，他觉得是对我有帮助的。巴珠仁波切这样是非常了不起的了。所以有时候呢，不是说是讲的人是不是非常厉害啊，主要是你自己的态度，文法的态度非常正确，然后讲的人也至少没有这个什么恶意的话，对大家是一定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而且不同阶段你的思维和角度也不一样。啊，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思维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呢，我昨天前天好像有人说了啊，看不明天要讲无价性了哦，我上次听过了啊，那我心里觉得，哎呀，如果再听一次可能会更好，但是我不敢说。是，你听过了，我上次讲过了，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忙嘛，我也觉得是这样啊，确实是一次听过一次也总比没有听过的好一些。但是从文字的自己的修行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远远不够，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有没有听过，不是为了这个记录啊，懂对？有没有学到真正的这个自己的那个是我们的学习的重点，所以多少次都不会不嫌多，多少次都是就是非常好。好，我们回想吧。嗯，要不这些，我想问一个问题嘞，我挺感兴趣那个巴珠仁波齐的故事那么想弄，然后就是你有没有打算下次再安排课程给我们讲讲？谢谢。嗯。对，我们现场有个同学啊，我们说呢嘛，他上几个月前跟我说，能不能再讲一遍？那我觉得，其实我讲的，你看呢，我们这个五堂课的这个内容都大家能坚持啊，这样有一些难度嘛。那普训上实验教再讲的话，可能也是2年的一个课程的安排，持续啊2年。所以这个开始呢，要有勇气的啊，大家都要有勇气和决心。但是我也很想讲，为什么呢？上次我们疫情期间讲的非常成功，非常顺利，大家在今天在场的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我们从头到尾参加到非常圆满的。那我们现在再讲一个呢，就是主要是现在一些会轮呐，我们这边有很多新的学生。其实我们真正要入理学法的话，普线上实验教的文字是跑不掉的啊，不可缺少的啊，必须的啊。但是呢，这个大家一起发愿啊，谢谢你也，虽然我不太清楚您是哪位，但是你这样提出是非常非常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好，就明年吧啊，明年啊随喜您啊，这位师兄。 ，OK，那我们回向。